本官麾下步兵骑兵不多，况且陛下下旨加强西南海岸线的布防，能出这1000人马，当真是尽力了。本官这边下令去置办一切。告辞。告辞。糟了，陈赫然心里有鬼。刘大人，保护殿下！殿下，多谢将军相助。担不起这一声谢，陈方海市救驾来迟。殿下，臣等护驾不力，还望殿下降罪。二位言重了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